樂 CIA 生活娛樂全年無憂。旺角可以話係九龍嘅不夜天啊！由於旺角呢一度嘅商店咧，多數係賣一啲潮流商品，所以聚集咗好多年青人喺呢一度啊。資深嘅遊客咧會攞旺角同埋台北嘅西門町仲有東京嘅原宿嚟相提並論㗎。冇錯啊！而蒲開旺角嘅人咧，一般會被稱之為 MK 人㗎，女嘅就會叫 MK 女又或者 MK 妹，男嘅就會被稱之為 MK 仔，而佢哋嘅衣着打扮啊就會被稱之為 MK 碌啊。簡單啲嚟講 ，MK 文化咧係香港次文化嘅代號嚟㗎。彌敦道係九龍區嘅最主要幹道，全長3.6公里。1904年，港督彌敦爵士為咗主力發展九龍半島，興建九廣鐵路，就將彌敦道擴闊為一個主要嘅道路，仲延伸至窩打老道添啊！嗱，咁喺最初啦，彌敦道就係一條可以陸線行車嘅大道嚟㗎，而且啊，仲喺馬路嘅兩旁咧，種滿晒大樹添㗎喎。但係當時咧，九龍半島係人影都唔多隻㗎喎，所以就有啲人嘲笑搞條咁嘅彌敦道出嚟咧，簡直係 Nathan's Foot 彌敦蠢事啊！不過事實就證明咗咧，一啲都唔蠢啊，而且仲證明啊，呢個彌敦爵士咧係非常之咁有遠見㗎喎。由於彌敦道一帶咧人流密集，由朝頭早到夜晚都係車水馬龍，經常發生交通意外。政府除咗設立交通黑點警告牌，提醒途人同埋駕駛者注意交通安全之外，都喺沿途興建行人隧道。嗱，喺我身後呢個商廈咧，就係1984年落成嘅，咁佢底層係商場啦，係銷售潮流產品而聞名㗎，而且啊仲係年青人嘅天堂添。佢嘅專賣產品啊就係日本動畫啦、漫畫、小説、雜誌、唱片、運動鞋、手錶、雜貨等等㗎。1990年代咧，呢度賣明星相嘅鋪頭係成行成市啊！當時仲有所謂嘅信和指數，即係指賣明星相嘅銷量越高咧，就代表越受歡迎啊！冇錯啊！咁而且咁多年嚟啊，因為唱片同埋漫畫嘅集中地啦，咁所以有啲咩首批發行啊，都會擺喺度優先賣嘅喎。呢個場咧，仲有買二手中古唱片添啊！所以啊，某程度上，如果想體驗咩叫 MP 文化咯，就一定要嚟呢度行翻轉啦。一開始呢個商場多啲嘅鋪頭都會係啲漫畫啦嚇，租道掛屋啊嗰啲嘅好多嘅，嗰陣時嚟講好多。咁開始漸漸有多啲玩具啊，或者 CD 鋪啊、二手鋪啊，咁開始進佔嚟呢個商場嘅時候咧，即係 keep 住都係年輕人啊！呢個商場係潮流嘅集中地咁樣嚇，咁啊所以一路 keep 住都係年輕人為主嘅一個嘅商場。學生年輕人就係追啲偶像啦嚇，一出就即刻嚟買啦。咁另外上咗年紀嗰啲咧，就會睇下有冇啲靚聲嘅碟啊，追求音質嘅碟嗰班嘅客人，廣東啦嚇、台灣啦，跟住日韓咁樣去分佈咯。跟住依家調轉咗啦，咁依家韓國先啦。呢幾年咁啊，韓風好犀利啦，咁大家都聽到睇到，咁變咗佢個排位上咧就去咗前部分會係賣得好啲嘅。咁係韓國先啦。跟住就會去到係台灣啊、香港啊，同埋係呢個日本咁樣排位上嚟咁。唱片業都係由高潮去到依家嘅低潮啦。咁亦都未知依家嘅低潮係咪最低嘅啊？咁當中咧係啱啱出現翻版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商場好多地方都係賣緊翻版嘅。咁呢個衝擊對我哋嚟講係好大嘅。近年來，因為樓上鋪嘅趨勢，信和4樓以上咧都陸續租俾一啲唔同嘅行業，譬如話係旅行社啦、醫務館啦，同埋一啲批發行業等等。不過唔講唔知啊，原來呢度都曾經發生過大事嘅喎。喺1993年嘅1月6號，以葉繼歡為首嘅蒙面賊匪手持 AK-47自動步槍打劫呢度嘅金行，劫走300萬嘅金飾添啊！而且啊，喺個賊人逃走嘅期間啦，佢就多次沿住彌敦道不斷掃射，咁啊令到一名女途人咧就不幸被流彈擊中喪生，而另一名到場嘅警員啊亦都不幸中槍受傷喎。
通菜街、北至界限街、南至登打士街。而家呢條街咧就係全香港著名嘅購物區之一，全長1260米。2004年嘅5月，喺深度只有2米嘅渠務地盤發掘咗一啲秦朝、晉朝嘅陶器同埋製陶工具，咁即係話係幾千年前咧已經有人住喺旺角啦。冇錯啊！咁當時啲古人咧就係一個好繁忙嘅彌敦道沿海啊，就地取材，咁啊燒貝殼做灰窯咁噶。1924年咧，芒角村拓展道路，由於呢一度咧以前係種植通菜嘅水田，所以就叫做通菜街啦。但係而家咧隨住城市嘅發展，呢度主要係商業大廈為主。冇錯啊！咁自1970年代起咧就開闢咗呢個露天販賣購物區啊，咁開始賣一啲衣服啊同埋飾物咁，所以佢就被稱之為女人街啦。女人街啊，即係通菜街一路貫穿登打士街，一路延伸去到亞皆老街呢一帶啊。咁啊，因為售賣唔少嘅化妝品啊、頭飾啊、擺設等等嘅女士用品，因而得名嘅喎。喺1970年代咧，香港嘅小販喺街邊無牌經營啊，除咗影響市容之外咧，都為香港居民帶嚟咗不便，甚至係危險㗎。當時嘅市政局咧就喺1975年喺九龍20個地點實行小販認可區計劃。冇錯啊！而喺亞皆老街至到山東街呢一段嘅通菜街咧，就首個獲准成立嘅小販認可區啊，而其後先至延伸去到登打士街㗎。女人街而家售賣嘅物品咧，趨向於多元化，包括各種嘅家居用品啦、男女服裝、手錶、手袋、玩具、香薰等等㗎。咁啊，啲貨品就因為夠晒價廉物美啦，於是就成為咗港人同埋遊客購物同埋觀光嘅熱點啦。呢度嘅攤檔咧，一般於中午開始營業，夜晚11點為止。而喺女人街嘅外圍咧，亦都有唔少嘅熟食檔攤啦，同埋濕貨檔嘅喎。波鞋街即係花園街嘅其中一段，係因為有好多賣運動鞋嘅鋪頭林立而聞名嘅喎。波鞋街咧有超過50間售賣運動鞋同埋運動用品嘅店鋪啊！冇錯啊！而波鞋街就喺1980年代咧，因為一個運動服裝嘅潮流興起咗啦，咁啊逐漸形成咗今日呢個咧咁特別嘅購物區域啊！而喺2011年嘅2月18號啊，地政總署就宣布咗啦，會收翻洗衣街嘅私人土地喎。由於洗衣街嘅重建計劃咧，會黐連花園街同埋奶路臣街嘅地下商鋪，會被指定為一啲運動嘅主題商鋪，係藉以保存同埋強化運動店鋪嘅地區特色同埋傳統。而因為呢個重建計劃而需要被逼遷嘅運動鋪咧，就可以日後優先租用新落成嘅新式鋪位繼續經營啦。朗豪坊就係一座摩天大樓嚟嘅喎，咁喺2004年10月落成咗之後咧，就變咗旺角區其中一個著名嘅地標啦。而呢個商場最大嘅特色啊，就係連接住4A 字樓同埋8字樓之間咧，有一組嘅通天電梯啦，係全港最長嘅商場扶手電梯之一啊！朗豪坊包括5星級豪華酒店、寫字樓同埋樓高10多層嘅大型購物商場啊，附設電影院、百貨公司同埋食肆。登打士街同女人街同埋西洋菜南街接壤，周街都係小食店啊！而另一方面啊，登打士街亦都係好多樓上 coffee shop 嘅集中地嚟嘅喎。初時咧，呢一啲 coffee shop 集中喺西洋菜南街嘅盡頭同埋女人街盡頭一帶。但時至今日啦，啲 coffee shop 就已經蔓延到彌敦道以西嘅一段登打士街啦。嗱，廣華街呢間即叫即蒸嘅點心專門店啊，嗱，佢哋嘅店主咧原本就係一間5星級酒店入邊嘅中菜餐廳做點心主管嘅喎。喺09年嘅3月，佢開始創業啦。佢間食府唔夠1年嘅時間咧，就俾米芝蓮評為1星級食府，堪稱全球最平嘅星級食府。冇錯啊！呢度最出名嘅咧就係脆皮叉燒包啦、蘿蔔糕同埋糯米雞嘅喎。事不宜遲，我哋即刻試下。好啊！嗱，不如我哋試下一個脆皮叉燒包先。呢個叉燒包真係好得意喎，同平時食嗰啲唔同啊！平時咧係嗰啲麵粉啊嘛，呢個係咩嚟㗎？呢個咧應該係嗰啲墨西哥叉燒包啊！啲皮咧就係類似菠蘿包啲皮啦。哇！真係好脆喎，食落去咧脆卜卜，跟住係有綿綿地咁樣嘅感覺。係啊，而且個皮啊真係好鬼甜啊，真係內脆內軟啊！入邊嘅叉燒汁咧都好豐富啊，仲有啲叉燒你睇下滿㗎。果然係真材實料啊。咁跟住咧，我哋要試下呢個蘿蔔糕啊。睇落去同普通嗰啲冇咩分別咯，係煎得黑少少啫。我感覺到個蘿蔔味好重嘅，因為平時食落去咧，即係有啲蘿蔔糕係真係粉多嘅，但係一咬落去咧就見到好足料，而
而且啊，佢有唔少嘅臘味啦，所以其實都係我食到臘腸嘅香味啊！呢個糯米雞咧睇落去唔吸引喎，淨係得飯嘅冇雞嘅。係你真係要求多啊！我自己食啊，唔理你啊。嗱，雞咪收藏喺入邊咯。落咗好多嘅醬汁啊，睇落去唔似其他係白嘅嗰啲肉，佢係紅㗎。真係唔似白切雞係嘛？嗯。哇，好食，因為咧佢呢個有啲糯米雞咧食出嚟個口感比較油膩少少嘅，但係呢個咧我哋食落去咧，佢係啲肉有質感啊，有肉感之餘咧，佢係比較乾少少，係一啲都唔油膩嘅。同埋真係好軟，我好中意食糯米嘅，所以我好中意食。喺入邊咧，其實可以睇到咧，佢係非常之咁多嘅料啊，有冬菇啦，好多嘅臘糧，好多臘味啦，同埋有好多雞入邊嘅，所以呢個係大件夾抵食啊，真係好正啊！同埋好入味咯啲雞。多謝 Vincent 帶我嚟旺角呢個旺中帶靜嘅地方，又食咗咁多好味嘅嘢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嗱，加多利山咧就係市區嘅一個小山丘啊，咁係以香港望族加道理家族命名嘅。佢原本就同九龍醫院所在嘅山丘相連住，但係因為開闢窩打老道嘅時候咧，就被一分為二。咁後來啦，佢嘅以西嘅部分咧就稱之為加多利山啦。山上邊嘅建築物咧就以豪宅為主，其西邊咧就係拔萃男書院啦，而東南部嘅山腳就係加道理家族創辦嘅中華電利總部啦。咁呢個豪宅區啦，密度低兼且治安良好啊，咁所以好多城中嘅富豪高官啊、名人明星都喺度住過㗎，就好似陳慧琳啦、劉德華、成龍大哥同埋蘇絲黃等等。而呢個哥哥張國榮啊，生前亦都喺度住過好耐添。講開姓張嘅傳奇人物咧，就有已故嘅著名作家張愛玲啦。佢曾經寄居喺朋友宋琦屋企，閉關幾個星期之後咧，就寫咗《紅樓夢》同埋《南北一家親》呢個電影劇本啦。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嗱，下集再同大家去旺角其他地區再睇下嚇。拜拜。拜拜。娛樂 CIA 生活娛樂全年無憂。錄影嘅知識到位，清爽健康，美容又好味。同樣，娛樂 CIA 為觀眾提供清新正面嘅娛樂資訊節目。美係一種境界，只有高層次嘅美容療程先可以滿足到我嘅要求。Ingrid Mier 法國最佳美容療程，呈現高科技嘅嫩膚美肌，令機靈逆轉，安全嘅纖體塑形，美得有效安心。獨家嘅護膚配方同貼心專業嘅技術，深度提升輪廓。法式尊貴嘅美容享受，令你更臻完美。呢個美麗承諾由 Ingrid Mier 為你實現。Ingrid Mier 英格蜜兒。BB 唔舒服，以為小兒科，飛腿十字光，保衛唔到 BB 健康啦。鎮驚息風，清熱豁痰，梗係用顯生精製保嬰丹，解熱兼驅風，育兒好輕鬆。顯生。小朋友花好長嘅時間喺書台上應付功課同考試，一啲根據人體工學設計嘅兒童桌椅，可以配合佢哋嘅身高、手長，調校適當嘅高度同斜度。另外，座椅就可以調節高度同深度，咁樣對小朋友嘅脊椎成長都有正面嘅作用㗎。Freemax 保護你脊椎嘅人體工學工作站。衝啊！殺！將軍，眾將士水土不服，有惡有好，情況不妙啊！有何良策？將軍，我有辦法。海天堂龜苓膏用鮮龜製造，清熱毒，不寒涼。